来看这丹那市风台扫过了后呢，台南满岛的这文旦损失差不多是有9成，国军已经出动来帮助摒扫。也那伫咧嘉义这受灾嘛是同款真严重的。高雄市长陈其迈是除了派人去到支援，也来嘉义市关心。另外呢，这台中市长罗秀燕是表示讲，伊有接到嘉义来的求助电话，伊也随同意做回救灾，讲若准有需要会搁再加派卡手。 一粒一粒的文旦还未到分，拢去风扇去涂骹去，甚至还搁浸伫水底，有的就算伫咧树仔顶嘛剩无济。但那时风台扫过，造成嘉南地区农损严重，农民讲那个的数量真济，差不多有8、9成，心灰拢乌有去。哦，去有够济啊！迄面安尼，去偌济出安尼。无啊，都还没成熟，都还不够啊，无内底无肉。 透早国军出动协助清理，原本8月底会当收成的文旦，遇到即届风台，那个全无法度食，干那会当单掉也是做肥料，互农民是一个负担。同款受伤当真严重的嘉义县市，高雄市嘛伫咧初7就完成整备去嘉义救灾。暗时啊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嘛去嘉义市，甲市长黄敏惠鼓励。我唔知你真严重，你睇下严重，我交代讲，掉进去。 所以我说我们很少说他需要大家的协助，因为我们本来在这边有重要。陈其迈表示，过去高雄受到风灾的时阵，嘛受到各县市的帮助，这个是做伊该做的代志。现在台中市长罗秀燕嘛伫咧采买，派建设局甲环保局的人力甲大型的机构出发，协助嘉义县市救灾。因为这个嘉义市比较小一点哈，那所以呢。 我们已经过去，已经出发过去。那嘉义县也出发，队伍出发。那嘉义县长，我2个县市长，我都有跟他亲自通电话，说台中市队伍出发，我们一定会派人去，你放心哈。罗秀燕表示，接到嘉义县市长求助的电话了后，第一时间就随答应，而且出动50多个人，按上车白中道就会当投入救援。嘛讲卡手若无够，会搁加派过，协助嘉义县市相关中间的工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